為咗減肥同埋管理血糖，成日諗打針食藥，但係睇到啲人話副作用好大，真係好驚啊！好彩試咗呢款 SLGLP1 Symbiotics 全效瘦身腸道修復配方，佢唔係藥嚟㗎，係天然嘅益生配方。最犀利有專利嘅 Corbion 配方，用咗益生元、益生菌、後生元、黃金三角，唔會造成腸道不適，反而係直接激活身體自己嘅 GLP1 瘦身荷爾蒙。一日2粒，餐前服用。我食咗2個星期，最明顯嘅改善係腸道健康。以前成日覺得肚脹、消化唔好，依家修復咗腸道屏障，毒素入唔到血，發炎少咗，免疫力感覺強咗成倍，排便順暢好多，成個人都舒服晒。最驚喜係冇刻意節食之下，健康體重管理自然達成咗，食慾明顯冇咁旺盛，而且飯後嘅血糖都平穩咗好多，唔會頭暈或者攰。相比起打針，呢種天然調節嘅方法溫和又有效。想試嘅朋友依家可以用優惠去 SL.HK 購買呢款產品，結賬嘅時候輸入優惠碼就可以即時享有9折優惠。產品連結我會放喺留言區，快啲去睇下啦！